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呢個頻道係希望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今日介紹馬鞍山 WeGo Mall 5折包場，場地優勢。WeGo Mall 坐擁馬鞍山鐵上蓋黃金地段，盡攬區內最高質穩定人流，主要客源來自天宇海、海典灣、新港城、海柏花園、馬鞍山中心等多個大型中產屋苑，家庭收入高，消費力強，係展銷必爭之地。親身實戰，未輸過錢。我由租一個展位做3日開始，之後做2個位，再之後包場9日2次，到現在2025年10月11日差不多完成第2次連租1個月門口位。喺呢個場未輸過，最高峰紀錄，生意額同租金比例超過10倍。只要貨品對路，呢度開展銷風險低，值博率極高。5折包場，限時機會。商場中庭共有8個展位，一般散租每日600至1000蚊，4個角位或者個別行業會特別貴。而家包場平均每個位每日只需300蚊左右，等於用5折價錢霸佔整個場嘅人流。咩人最啱做？根據觀察幾十個參展商，飲品、食品、寵物用品、童裝、精品公仔等類別，生意比較穩陣。嚟緊最新一期包場日期，2025年11月8日至11月16日，名額有限，機會難得。想用最低成本進駐呢個高回報場地，或了解日後更多靚場，請立即掃影片2維碼，等我哋一齊發掘優質展場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